睇雷神號1號巴士台9點新聞，我係你哋嘅新聞主持 Lu。九運巴士公司於今日起宣布，1號 A 巴士嘅車費將會由6個半加至50蚊，以應付財赤。大批乘客表示不滿，而家我哋將會去訪問一下。咁而家我哋嚟到1A 嘅站頭嗰度啦。咁而家就見到有3架車喺度，但係乜人都冇，冇人喺呢度等車啦。咁我哋就訪問一下周圍嘅市民，睇下佢哋對呢一個1A 加價有咩反應。我覺得呢個1A 加價真係好唔合理咯，佢將呢一個價錢由6個半加到而家變咗50蚊喎，係咪黐線㗎個公司？咁點樣搞我哋呢啲市民要俾咁多錢嚟坐？我以後都唔坐呢個巴士，我坐地鐵返工啦。本台記者 Steve 喺尖沙咀報導。第二則新聞，有九運巴士喺中央街同埋一架消防車相撞，1人受傷。從呢條片我哋可以見到消防車好緊急，然之後巴士反應不及就撞咗落。可以見到有個乘客喺巴士入邊飛咗出車，有消防員到場救走咗嗰個傷者，然之後再運上救護車送院治理。記者培根頭喺中央街報導。轉睇其他新聞，今日係九運巴士觀光線 HK1 開辦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現場嘅情況啊！咁我哋而家嚟到尖沙咀呢一度視察呢一個觀光巴士 HK1 線開通之後，睇下有咩情況啊！咁我哋見到現場有好多個人，唔係，係好多隻恐龍喺度等緊先啱啦。咁我就唔知點解呢度冇人，但係有好多隻恐龍喺度啦。咁就亦都證明咗喺呢一個 HK1 觀光線係有好受歡迎啦，好受呢啲恐龍歡迎。好，咁就巴士公司可以賺到多啲錢啦。本台記者 Steve 喺尖沙咀報導。今日嘅新聞報導完畢，請大家之後繼續再支持同埋收睇雷神號1號巴士台。再見。